刚而行健，以成其生化，则不行犯艰难，多跋涉，而阳在下，以阴至余，无地皆济，而气已消，志已达，则虽远不移，而所行已有，以为正中，并刚健，而不失其道，以治土地，以先祖而不累其心，虽越荒野，于江河，独行于朋，而得上于中堂，以达其志，诚其得以遂其高明不齐之道，而至于太也。盖92在下卦中爻，与上卦坤相离远，但气已动，志在通，则有子以至，终当至焉，故用缝合，言不但简也，不暇疑，言志在交远也，恒往，言独行于有也，得上中堂，言守道不失也，以92本干之德，行干之道，包荒以见其大而能复，缝合以见其见而不及，不以见其乐交坤，而得合德，以遂其